好，来继续来看国产的高端疫苗，8月23就要开始来注了。包括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，拢已经有意要来注，要来填咱家己国产的疫苗。啊，到目前为止，有超过30万人意要来注高端。台北股市早起一个开盘无到2点钟，这个高端的股票就冲起停板。也毋过是历史顶礼拜所公布的高端疫苗的说明书，有讲目前保护力的效期不明，嘛来点名65岁以上的长辈者等的族群，中和抗体反应较差，这是毋是会影响到刷落来民众注高端的意愿呢？这拢爱个观察。福建保卡拍开 COVID-19 公费疫苗注文平台，总统蔡英文伫面册写讲已经注文好高端疫苗，按算伫后礼拜就会去注。也有副总统赖清德本来讲要注联亚，结果指挥中心无核准伊的 EUA， 嘛决定上网络改登记高端。真侪政治人物拢支持国产的疫苗，顺上第6轮开放高端疫苗的注射。依照指挥中心的统计，有意愿的差不多是53万9千人，其中已经有30万2381个人完成注文。民众意愿嘛反映伫股票高端疫苗涨就起停，今日以348块开出开盘了，愈起愈悬，差不多2点钟，股价就直冲起停，来到373块。高端伫今日开股东会，总经理陈灿坚对着伊的产品真有信心，佮讲会精善曝光。伊毋过是历史顶礼拜是公开高端疫苗说明书。有写讲高端疫苗会使提供保护效期不明，还佫进行临床试验。第二剂注完2礼拜以后，就有中和抗体反应。不过嘛，像所有疫苗同款，高端不一定对所有人拢产生保护作用。其中佫点名65岁以上老大人、有共病症人以及艾滋病患者。安尼敢影响到民众注射意愿？不只是高端疫苗这个问题，大概目前市面上所有的疫苗都是有这个问题的。高端疫苗，因为它目前的它并没有详尽的临床试验的数据，它只能跟你说，在年轻人打起来抗体应该是比较好的。不一定要走 WHO 嘛，你可以送 FDA， 可以送 EMA。看起来现在是 EMA， 他们觉得免疫桥接这个方向是他们比较能接受的，更进一步证明你是安全的。疫情有靠回，不过病毒也未完全的消失。疫苗依然是真重要的武器，都要赶紧证明讲伊的安全性，让民众更较安心。好，来这国产。